大家好，歡迎收聽 Channel 65，我係 Lumia。TVB 啱啱響星期一公佈咗一周收視，資訊節目東張西望，跨平台直播最高收視21.7點，有139萬觀眾，成為一周收視榜冠軍。處境劇《愛回家》收視急跌，由20.7點跌到18.5點，有119萬觀眾。由馬德鐘、吳偉豪同賴慧玲主演嘅《非常檢控官》最高收視19點，有123萬觀眾。外購劇《歡樂茶飯》最高收視13.7點，有88萬觀眾。10點半由龔嘉欣主持嘅全新烹飪節目《再加宴客60道菜》最高收視12.2點，有78萬觀眾。周六晚由森美同莊子璇主持嘅節目《愛心改造家》收視下跌，由16.3點跌到14.2點，有92萬觀眾。周六晚由森美、Eric 郭偉亮同埋 Pan-V 成員李欣彤主持嘅互動音樂遊戲節目《唱錢》收視跌到笑死人，由已經夠低嘅13點跌到11.2點，得72萬觀眾。周日晚《中年好聲音4》收視急跌，由20點跌到18.7點，有120萬觀眾。周日晚《無窮之路5自行無疆》收視下跌，由13.9點跌到13.6點，有88萬觀眾。有網民覺得其實東張西望咁好收視，都係因為咁啱個節目安排喺食飯嘅時間播啫。如果佢放喺10點半先至播，睇下仲會唔會有呢個收視？有網民表示，基本上上個星期全線劇集同節目嘅收視都下跌。星期六日都明，因為家陣一到星期五夜晚，啲香港人已經開始北上，所以星期六日嘅收視差，好正常。但係依家連星期1至4嘅收視都跌咁多，所謂嘅8點鐘王牌劇集《愛回家》越做越胡鬧。上個禮拜播嗰個單元《媽媽去哪兒》，TVB 啲媒體打手同飛天爺爺仲喺度大肆吹噓，大讚呢個單元有幾好睇，有幾好笑，真係頂佢哋唔順。有網民講話《非常檢控官》其實幾好睇。只不過上個星期啲案件就麻麻地，我覺得最好睇係何廣沛同戴祖儀呢兩單案件。至於蝴蝶花案一般般，而烏盤案就係最差。有網民留言回應，我最中意烏盤案，因為最有懸疑性，反而何廣沛嗰單案件最悶最唔好睇。有網民笑到咔咔聲，唱錢個收視跌到落11點，真係笑死人。網民講話，小弟嘅眼光不嬲好準，一早話咗觀眾根本冇興趣睇啲普通人上電視玩遊戲，而且最攞命嘅係嗰班玩遊戲嘅人，佢哋唱歌又唔係好聽，簡直係響度虐待啲觀眾。再播多幾集，個收視肯定會跌穿10點。TVB 應該當機立斷，即刻腰斬個節目啦！有網民覺得《中年好聲音4》嘅熱度好似冇前3季咁勁喎，依家節目個收視全靠 TVB 嗰幾個蒙面藝人撐住。有網民舉腳認同，今屆啲參賽者嘅水準好一般，而且佢哋個個唱歌嗰陣都唱到面型扭曲，非常趕客。我依家淨係想快啲睇嗰幾個藝人比賽，對其他嗰啲參賽者完全冇興趣咯。講到呢度，休息一陣先。返到屋企第一時間洗面清潔，我最中意嘅小狗寶潔面巾，極細纖維呵護我面部肌膚，仲有凹凸圓形壓紋，幫助吸取污垢。最緊要係用完即棄，唔怕細菌滋生，方便乾淨，以後就用佢啦。小狗寶潔面巾，清爽 clear， 零舍 free， 零瑕疵。講開 TVB 嘅劇集，有份參與《非常檢控官》呢套劇集嘅前東張主持阮嘉敏，早幾日佢出席《非常檢控官》嘅宣傳活動嗰陣，向媒體表示，早排佢去咗西安拍攝短劇。
連續1個星期，每日踩足20個鐘頭去拍。阮嘉雯高呼經歷咗呢個拍攝工作之後，原來響 TVB 拍劇係咁舒服。阮嘉雯向媒體透露，短劇嘅劇名叫《瘦1斤換1金》，講述一個220斤肥妹嘅減肥故事。當初監製揾佢嗰陣，問佢驚唔驚辛苦，阮嘉雯話自己響 TVB 出身，出名捱得完全冇問題。點知原來拍攝短劇個節奏好快，全劇72集，要響1個星期之內拍完。佢去到西安，每日都要開工，一日踩16至20個鐘，基本上都冇時間返酒店休息。每日都響片場瞓覺，瞓4個鐘左右，跟住又起身再拍。拍到最後嗰幾日，連監製都驚佢會隨時暈低，即刻叫佢收工，返酒店休息，聽日再拍。阮嘉雯話：雖然拍攝過程好辛苦，但係一次好好嘅磨練。佢亦都好開心，可以將香港演員嘅經驗帶到去內地，同當地嘅工作人員交流。除咗阮嘉雯大叫響內地拍短劇辛苦之外，曾經被 TVB 力捧，只不過失敗咗嘅林正峰，亦都不想拍短劇，拍到人都癲。早前久未露面嘅林正峰喺寧波返到香港，佢向媒體透露，早排佢去咗內地拍短劇，5日之內拍完65集短劇，一日拍足20場戲，每場戲唔單止多對白，而且全部都要講普通話。每日收工已經係凌晨2、3點，跟住瞓3個鐘，6點左右要起身準備下一場戲。林正峰表示，由於佢一口講識普通話，所以每次拍攝之前，佢都用2、3個鐘去查拼音，又揾人教佢正確發音，跟住用普通話去背一次對白。佢話唔想丟 TVB 同自己個架，所以佢會盡力去做。全劇拍攝完畢之後，林正峰覺得雖然嗰5日好難捱，但係佢好開心有呢個磨練嘅機會，因為依家市道唔好，所以佢會好珍惜每一個機會。Lumia 覺得咁又係啊，反正留喺香港都冇嘢撈，如果有機會可以去內地拍短劇，的確係一個非常好嘅出路。呢啲機會唔係話你想有就有。TVB 咁多日日大叫我係演員嘅藝人，唔係每一個都有呢個機會。林正峰仲咁後生，有得搏嘅話就梗係搏啦，分分鐘喺內地嚟個華麗轉身，做咗第2個的士陳，咁就發達咯。無論係藝人又好，普通人又好，都係需要又或者等緊一個機會啫。咁機會幾時會到呢？可以走去問下噏錯人哋生肖嘅麥玲玲，俾佢批下你個流年運程。呢幾年香港大量輸入外地勞工，而 TVB 就大量輸出本地員工，唔怪得 TVB 今年可以大賺5000萬啦。只不過對於一間大企業嚟講，5000萬真係唔多，俾出賣香港嘅李嘉誠睇到，分分鐘笑到噴飯。吓？乜話？1年先至賺得個5000萬？你個格技蘭真係想笑死我咩？ TVB 大賺5000萬呢個消息一出，一大班 TVB fans 即時響討論區振臂高呼，大叫守得雲開見月明。有 TVB fans 表示，咦，妖台班打手呢？點解全部啞晒失晒蹤嘅？有網民好奇，點解 TVB 份報表一隻字都冇提過佢哋嘅網購生意㗎？輪住買應該蝕到趴街喎。有網民笑到咔咔聲，乜 TVB 大賺5000萬啊？唔怪得任海晴即刻翻兜黐翻 TVB 啦。講起星夢歌手，又點可以唔提下曾經被 TVB 無理打壓同封殺超過1年，而最近終於脫離 TVB 魔爪嘅星夢傳奇3料冠軍嚴明熙呢？早幾日，天后容祖兒同王菀之嘅御用監製馮漢銘為一眾香港女歌手嘅唱功評級，達到 S 級嘅女歌手分別有林憶蓮、王菲、容祖兒、王菀之、衛蘭同埋李幸倪。 A 加級嘅女歌手分別有欣宜同埋嚴明熙。 A 級嘅女歌手分別有陳海詠、雲浩影同埋邱燕彤。
唔知道大家對呢個評級有啲乜嘢睇法同意見呢？歡迎喺留言區討論一下。另外，有嚴明熙 fans 喺討論區分享，早排喺坊間有機構做善事，邵音音同一班義工向街坊老友記派發新春禮品同福袋。禮品除咗有年糕、曲奇同埋日用品之外，仲有印咗嚴明熙頭像嘅恭喜發財揮春。fans 表示個揮春非常得意，而且充滿喜感。最後 Lumia 趁住聽日係年28，喺呢度祝福 Channel 65嘅聽眾年28洗完邋遢之後，馬年順風順水，大吉大利，身體健康。我哋過完年之後再見啦！新年天氣好呀，回老家真好，大家有說有笑呀，快樂沒煩惱。阿媽說今年一定順風順水，順財神祝我一切步步高。新年心情好呀，祝福準備好，不管男女老少來排隊拿紅包。你說恭喜恭喜，我說發財發財，為個元神喊聲快啊，福氣馬上來。馬上來！提提大家 ，Channel 65已經開通咗頻道會員功能，每個月5蚊，你就可以擁有 Channel 65會員專屬徽章同埋4款嚴明熙 emoji，歡迎大家加入 Channel 65成為會員。好啦，今集就講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